议员林义莹顶一会期曾经提出，在伫台南文化中心互我已经将近40档的蒋介石铜像，一般人无发觉，认为是公共艺术品。不过依照转型建议，希望尽速拆除。文化局嘛答应透过公共艺术信义委员会审查处理。不过因为到达拢无进度，加上资料显示，6岛当中台南有52件轻度违权向前的铜像拢挂零，是进度落后的前3名。对此议员强烈质疑文化局根本无实际成效。那这边是当时5月份引用的数据。好，那再来促转会其实今年也特别有讲过说，威权象征复杂程度不一。铜像命名空间先处理，那我们也一直也理解说，虽然有一些民间的声音说要改路名啊，那改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但是必须要说就这个我们务实面来谈呐。铜像跟这个命名空间确实是比较简单，因为它没有牵涉到像是户籍等等道路的这个规划。那在这边从今年5月到今天早上到现在此刻，进度呢？我就问进度呢？局长要答吗？议员报告好。那这个部分在上次质询之后，我们就提到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里面去做讨论了。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总共到现在开了几次会？里面它就是有一致更名这样子的一个处置方式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在早前就已经有做过更名了啦。所以在公共艺术委员会里面认为说，那透过更名的方式，其实已经做了所谓的转型正义里面所揭示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了。徛伫转型正义的角度，议员考试不是228东港一面对诉受难者，另外一面维权当上共款裁定，需要求市长提出霹雳艺术归艺术。对此，市长嘛答应任期内一定会有进度。是元，那我们拆不掉一座蒋介石像，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。坦白说，他还站在台南的文化指标地点上，他就是扼杀言论自由元凶依然处理。这对市长每一次在言论自由日，每一次我们又去228相关的献花，这个其实很讽刺的一件事情。那特别是到今年的11月，希望叶局长和黄市长看清楚今年的11月，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，数据统计至今年的3月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南市3市清除威权象征进度最为落后，移除数量皆挂零。这作为一个台南市民，关心转型正义的台南市民，这是就歹看的代志，这真的是就歹看的代志。我们就一个希望说，在这个任期内有进度。好，议员要求蒋介石铜像伫校园、伫艺文场馆的拆除，另外台南公园的孙文铜像究竟何去何从？到目前社会有缘欠缺共识。台南新闻，军籍刘品言采访报道。